上帝啊，你落大雨，你的产业以色列亚善的时，你予伊坚固。你的会众踮伫迄中间。上帝啊，你为着送乡人备办恩惠，主出命令，传好消息的妇女真大阵。这是咱要来吟圣诗，因个圣诗第119首，上帝的囝基督，请起立吟全首。用四道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自在。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和神灵，咱的主，对圣神合派，对在切鲁玛利亚出世，伫温州比勒堡人来受苦，定是第4摆中落雨，第3日对圣中活，阿这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啊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神，公同的教会，圣道相通，做赦免，肉体高我，永远的原命。阿门。请坐。这是请咱三甲来交托启应文。今仔日的启应文第60篇。第1107页，启应文60篇，第1107页，启应文60篇，第1107页。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若无恁来，我就亲像，若无咧晓。
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会了解逐款的奥秘，甲逐款的知识。我若有够假的信心，通移山倒海。若无忍耐，我就不路用。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若无忍耐，对我拢无利益。忍耐是宽容，忍耐是慈悲，有忍耐就袂嫉妒，袂夸口，袂骄傲，袂做见笑的代志，袂求家己的利益，袂快生气，袂扣分，袂爱不义。就爱真理。忍耐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仰望。对一切有耐心。这声忍耐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是暂时，讲灵语的文字会无去，知识嘛会无去。咱所捌的有限，咱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嘛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迄个有限的一个消息，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想法嘛亲像囡仔。当我已经成人，就将囡仔的事拢放杀。咱即马亲像照镜在看，步步无明。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将来会完全了解，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这声安尼信、仰望、忍耐，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是忍耐。请咱同心阿头来祈祷。亲爱的主，阮要来学了你。主啊，因为你所创造的遮个，你看做是好。你搁创造阮，正做上帝你的形象。主啊，但是阮常常犯罪来离开你，阮常常照阮家己的意思，无要顺从上帝你的意思。主啊，求你赦免阮，互阮会当常常伫日常的生活当中，会当来掠调主你的话，会当来掠调主你的圣神，会当互上帝主你的疼会当来充满。阮知阮的疼无够，阮常常无上帝安尼的疼来疼人，但是上帝你想事，主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为着阮钉死伫十字架顶来赎回阮，嘛显明上帝的疼伫阮的中间。阮向你献上阮的感谢，阮恳求上帝你的神，甲上帝你的疼会当充满伫阮的中间，互阮会当带着上帝你的气力，甲上帝你的疼去传扬上帝你的福音。主啊，因为疼是这世间上主啊无通比的，疼是上大的事，互阮会当存着信心、甲仰望、甲上帝的疼来过阮的一天。阮感谢主你，互阮今仔日早起，主啊，阮陪伴阮家己的心，嘛恳求圣神，你搁一遍，主啊来拍开阮的心神的目睭甲耳孔，互阮会当进入上帝你的话语的当中，透过牧师所传达的这信息，会当进入阮的心的当中，会当成做主上帝你所欢喜的，会当行伫主你所为阮陪伴的道路的当中，互阮常常来找求你。常常来找求主你的旨意，毋是照阮家己的意思，乃是照上帝的意思。感谢主你，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要来看圣经，今日的圣经伫提摩太前书，咱要对第2章的第8节看到15节。伫提摩太前书的第2章。咱要为第8节看到15节，那显着，请恁来看，恁来听，我来读。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8节，所以我爱查甫人举起圣的手，无生气，无骄疑，逐所在祈祷，也爱妇人打扮素素，用黏体手记，家己装摊。毋是用扁头毛、甲金器，也是珍珠，也是值钱的衣裳，是用好所行做装摊。
这是家己认做敬上帝的妇人人所合意的。11节，妇人人就恬静，一味幸福来学习。我毋准妇人人传道，也是管辖查甫人，独独着恬静。因为亚当大先受造，然后才夏娃，搁亚当无受欺骗，独独妇人人受欺骗，来陷着罪。总是因若踮伫信甲仁爱、甲正性甲节制，伊就对生囝来得救。这是学了，咱要请上年献歌队。歹势，拄仔跳过迄个报告的消息，所以只是咱先来报告，等下较请牧师来讲道。请咱来看今仔日周报的消息报告。消息的第一点，本主日为着总会所定的妇女事工主日，敬请兄弟为着妇女的事工代祷甲奉献。第二点，本主日下晡的3点半要召开3月份定期的中执会，敬请全体中执出席，单位省长甲同工列席。第三小点，本会伫上午第2场礼拜要颁发109年度上学期的奖学金，为国小教育研究所受奖的名单，请咱家己看周报。咱为国小到即个大学甲研究所。第四点，小会公告，本会张本义管理员因为生涯的规划已经伫2月底的时阵离职，愿主祝福，
对3月16号开始，咱要聘请即个余文书兄弟为本会总务干事，伊负责来维护本会甲敬拜中心的逐项设施、甲环境，甲协助逐项的聚会安排甲活动。愿主祝福伊的奉祀，甲一切拢会当顺利蒙福。嘛，请大家为伊会当关心代祷。第5点。牧者合意的祈祷会，武昌教会是高雄兴起团队，伫3月10号拜三，就是后礼拜三暗时7点半到9点半，举办城市的祈祷会。伊的地点是伫武昌教会。迄天咱本正有暗时拜三的祈祷会，咱要甲伊合并。所以请兄弟若有要坐车的，伫迄天的6点半伫教会坐车。也是台日去，但是若要坐车吼，就要办公室来报名参加。第6点，本会定伫3月14，就是后礼拜日暗时7点半伫敬拜中心举办复兴祈祷的特会，讲师一听博仁牧师，敬请中级小组长东江甲兄弟踊跃来参加。第7点，本会定伫3月21。礼拜下晡1点半举行上半年度的幸福小组启动会，咱有邀请福气教会的团队来分享，地点是伫敬拜中心，敬请全体区长、小组长、甲幸福副长、甲同工一定爱出席。那为着要备办即个餐点，嘛请伫后礼拜日进前，小组长甲即个牧区的区长来报名。第8点，本会定伫4月18，这是今年的野外礼拜，地点是伫10股文创园区甲万国通路即个观光工场，费用5岁以上，是一个人缴1150块，这个费用包含车资、早起、中昼甲暗顿甲保险费。那教会的会友一个人是补助450块，若是你互助社的社员。一个人搁加补助200块。拄我讲的是5岁以上，若是2岁到5岁，即个儿童是550块。那2岁以下的幼儿是毋免钱，因为伊无占位无用餐。那因为敢若有10车啦，所以咱差不多400个人，所以即马看到就爱，你若要去就爱开始报名无伊若报名报完就截止报名那报名的即个报名表是伫咱周报的第8页你若无摕周报的你会当直接去办公室遐报名这是今年的野外礼拜请大家注意，若要报名就爱较紧的第9点，本会2021年的文图培训的即个课程。咱嘛伫迄个3月26开始，伫每礼拜5的暗时7点半到9点半来举办。这伫周报内底嘛有报名表。第2大点，具体的消息，生命教育的团队，咱为3月初9开始，伫油厂国小每礼拜拜2的早起7点50到8点40嘛欢迎有兴趣的兄弟姊妹会当来做伙来做志工。那若要参加的，会当办公室的吴思婷传道来报名。合作社的消息有团体保险甲即个助学的贷款请大家家己看。教界消息，咱请牧师。好，咱高雄中会的中路教会伫3月14下晡3点有李家玲传道师的奉牧甲像林第8任牧师的受职感恩礼拜。欢迎兄弟管理，但是咱若要参加需要报名。家己前往。下早起毋知有头一遍来参加的来宾无？有请你徛起来，阮表示欢迎。好，若无咱就将时间。好，咱即是咱请牧师来讲道。今仔日的题目就是听的中间来得到幸福自由。然后时间互牧师。今日是妇女事工主日，就是咱关心妇女的一个特别的主日因为明仔载是妇女节所以咱若有隔壁有姊妹，咱讲妇女节快乐。感谢主咱教会会当上帝创造，互咱有男有女，互咱有
家庭有父母有囝儿咱伫这教会大家庭有男女老幼拢有这是上帝对咱的疼，互咱会当成做一家人所以头拄咱的上年的圣歌队咧吟的，就是讲，咱感谢主感谢主互咱会当咱经过冬天，咱即马春天即马开始天气哪好咱会当有温暖的家庭咱充满愿望，咱就感谢上帝咱今日伫即个妇女节的咱教会妇女主日牧师特别搁读即段的圣经用即个题目讲伫听的中间得到幸福自由咱像保罗讲咱的福音人，咱伫信心、伫听心、伫圣洁、伫自守中间，互咱会当得救，搁会当得到恩典得到福气今日牧师特别祝咱所有姊妹咱会当诚做一个上帝所祝福的妇女我有读了一篇，感觉这个祝福对咱的姊妹是一个真好的祝福。伊讲祝福你若亲像夏娃同款，会定诚做迄个丈夫骨中的骨，肉内肉。祝福你亲像撒拉同款因为诚体恩典的老母，甲信心的老爸，会当生出喜乐的囝。也祝福你。亲像路德同款，得到恩典，伫对的时间、对的所在，会当拄到对的人。祝福你亲像汉娜，诚做祈祷的勇士，会当转化家庭的局面，来生出敬虔的后代。祝福你亲像这个以斯帖，来得到王的恩宠，互伊会当带领伊的同胞反败为胜。祝你亲像玛利亚有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伫耶稣的脚前来领受上界好的福分。祝你亲像这个卖知识部的这个路迪亚，会当诚做传好消息的。那像圣经罗马书讲传这好事的消息的，因的脚只水到怎样？祝你亲像刀家同款。会当常常用上帝的假做要紧，诚做人的帮衬甲祝福。祝你诚做在地的妇人人，一生互丈夫有利益无损害。祝你会当诚做基督所听的新妇，会当来领受一属灵的产业，会当结出水的果子。这个祝福当然就是咧祝福咱所有姊妹。这圣经蒙福的妇女，会当诚做咱所渴慕的，咱会当诚做即款的妇女，若家己蒙福，会当互人因为你来得福气，丈夫因为你来得福气，厝内人因为你来得福气。上帝做男做女是拢无共，其实毋是要比较，是要互两性会当更较完全。所以我写一短短讲其实咱伫圣经内面咱男性甲女性拢会当互相合作咱理性甲感性的人嘛是会当互相帮助，咱急性甲慢性的人嘛会当互相调和咱本性甲个性嘛是会当改变其实这就爱伫听内面。伫圣经内面，咱才会当得到一款的自由，因为伫圣经要引带咱进入一切真理，还是讲明白一切真理真理要互咱得到自由。其实咱人就是无伫真理内面，袂当得到自由。这个真理就是真相。咱甲咱这个全人经新营的员工讲真理就是真相，真相甲会明白真相大白
足侪时阵真相一个路显的是哦，原来就是安尼清清楚楚。但是你若无的是吼，就灰灰。今日的世界就是无真理、无真相，所以哦，将毋是真理当作真理啊，到底这是真理还是迄个是真理？这敢对，迄敢对？大家伫迄个中间无明。兄弟姊妹，咱只有伫圣经内面，互咱进入一切真理，知影上帝做男做女，毋是对立，毋是比较，乃是上帝要甲咱匹配，上帝要咱，互咱会当好的配合，互咱1+1会当比2较大。所以最近我有写一个短讲，咱若活伫迄个天国的一款的文化内面哦。其实无论男还是女吼，拢会当活甲足自在，吼袂感觉讲好像我是女性的角色，所以我就受压制；还是我是男性的角色，可能我因为太太，所以我袂当会。其实咱若伫天国的文化内面，咱会当享受彼此的优越性。男有男的优点，女有女的优点，但是咱拢有缺点。我享受你的优越性，我嘛会当展现我家己的特别的所在，独特性。这只有伫圣经内面、伫听内面，咱较有可能安尼，个性无相像无要紧啦，咱的温数无相像无要紧啦，咱的拢会当互相啊，咱就是会当扣做伙啊。感谢上帝，今日使徒保罗吼。伫即个提摩太批内面吼，拢是咧讲到伫教会生活，伫即个提摩太牧会生活，伊所拄着的男甲女的问题，父母囝儿的问题，男女老幼的问题，还是教会有即款的人、迄款的人，做主人、做奴仆，还是伫即个教会即个生态内面吼，使徒保罗特别伫即段圣经哦。好像是要甲妇人人讲的，所以咱这个标题讲哦，妇人人着用正派的衣装来做装他。这个所在改成要教示这妇人人要帮助人，其实毋是要限制，乃是要互因知影男甲女的无相像，会当知影男是安尼，女是安尼。咱伫听内面，咱伫祈祷内面。咱伫圣神的内面，咱会当诚侪祝福。所以伫即段圣经，上帝有讲到即个查甫人伊讲哦，我毋望查甫人无生气无争辩举起圣洁的手，会当逐所在随时拢来祈祷一节的圣经讲一节，讲即个查甫人讲一节短啊，毋过，互咱会对查甫人的了解会阁继续深入的。讲毋通生气，就表示即个查甫人会生气还袂生气，足够生气的袂堪要人讲一个就无欢喜。你加讲几句伊就讲你插念讲我实在挡袂牢，我吞你足久啊！你一个敢毋敢嗷念，挡袂牢。即个查甫人伊就是敖生气。即个希腊字内面讲，即个生气就是讲一种的怒气。即个怒气你毋通看无处理是真危险。即个怒气若甲迄个火当点到迄个稻草是无好点，点就会倒。倒当然这稻草烧烧就无啊，可能即个生气一段时间就无去啊。毋过你若是甲变做一种习惯逐摆讲到话就生气，逐摆讲到就生气，安尼就无共款啊。即个时间一个久了这就毋是一种的怒气，就是今日咧讲的即个愤怒，即个愤怒是会爆炸的，所以。兄弟姊妹，咱心中若是有点无爽快咱有时应该讲就讲咱就要讲出来
咱若徛伫心肝内吼，哪徛哪久吼，即个怒气哪来是哪可怕吼。这一天爆炸的时阵吼，那原子弹炸一个就拢去了了。今日的教会，我若会拄着即款的条件，男甲女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婚姻，咱看见最近伫咱的电视媒体拢咧报的吼，大家感觉哇，即个咱台湾的即个足球王子即日本的吼，足球的即个球后吼，胡彦爱即两个吼，真正大家心酸吼，查甫的是升做悬搁缘投吼，搁即个照因咧拍倒球的讲吼，其实伊实在是足故意的吼，即个人是在这为个运动选手为个吼歹习惯的真济吼，爱食薰，爱啉酒，爱跋筊，爱是吼啥物都真济，但是伊拢无是一个足标准的吼，即个胡彦爱足细汉一项囝，迄都拍都无倒球的倒悬着过椅吼，伫遐拍可怜，实在运动选手是真可怜啊，因安怎为着要会当诚做厉害的选手，会当伫国家会当得到国手，搁会当进军国际，哇！迄实在是爱经过真严格的训练。两个人无简单，会当熟悉，搁进入婚姻，做足侪广告吼，即个帕拉索尼克，哇！一档的收入拢足侪吼，搁咱的即帮吼卫福部代言天使，但是想袂到。原来是感觉足好的婚姻，毋过两个人无定斗阵，即个有时去读册，为搁转去遐，无斗阵，无沟通，可能心内有一寡无好的代志，就会伫遐发酵，到尾就产生愈来愈想到，可能拢毋对，搁环境的影响，各面真侪原因，咱看到原来是真互人心酸的一对。财主家人那个迄个王子公主，结果想袂到最近即个大英无去人拢无去到底即个家庭到底安怎咱毋知影，所以咱看见撒旦魔鬼是要借着人的弱点，要来毁坏咱，因为出来就是要偷、要杀、要毁坏、要无，伊一定是用各种的方法，就是一定是要甲你破坏，所以咱若无。互相的了解，搁免爱去维持。咱查甫人有时脾气较歹，咱有时毋通徛伫心内，该讲出来了，经过沟通透的就好。像我即个地动共款，即个地动即个能量若无释放好就不得了咱看见最近有迄个8.1的大地震感谢主无拄着足大的伤害。迄天咱伫台湾5.8这正常的能量释放，有时咱有情绪的问题，有感觉无爽快的问题，咱就爱讲出来。咱毋通到要爆炸的时，到要爆炸这就是咱毋望互咱的兄弟有时有机会会当，互伊心中的话会当讲出来。咱的兄弟有时嘛是会当适当表达咱家己。第二讲无争论，无争论就是拗争论，就是拗争辩。咱兄弟大家拢有足侪伊的经验，有足侪伊的领袖，有足侪伊的主张。斗阵的时讲落去有时咱就看好，为了讲政治就讲几套，为了讲经济，有人讲做人的道理，拢会当真够表达。但是有时够表达就较袂晓听人讲这个讲像牧师，我就感觉我就有一款的缺点嘿，我是为较早伫新人医读册，我昨嘛讲我迄阵足爱表达足爱甲人辩结果辩的无采讲所以我有一个同学讲讲袂呢，所以就无爱辩无爱辩结果有啥物好的结果无啦，其实关系会较好无，袂较好。所以后边无一定
有得到什么好处，毋过即个人的缺点，有时爱甲包容，有时适当了解，咱的姊妹有时是较重感觉，毋是咧，干那读甲足大粒爱用想的，用迄个讲的拢有道理有人讲厝内都毋是讲道理的所在，厝内是讲听的所在。你讲的有道理，讲一大堆无一定行会出来。所以有时男甲女确实是无共款的。一般来讲毋是讲女的拢无理性，女的嘛有理性，但是较注重的是关系，咱莫为着两个意见不相同，讲破坏关系，破坏关系。有时咱定会当去了解对方的感受。我去受迄个人际关系训练迄个doctor伊就讲定咧讲即个 feeling咱即摆讲有 feel 无 feel 就讲feeling， 就是咱的情感，咱的感觉。其实人毋是理性拢是伫感觉、伫情感内面所以即个弗洛伊德讲迄个咱意识是干那个冰山的一角，其实咱下面可能袂感觉，但是讲袂出来即种的物件这是人的重点那讲会出来就好沟通，就讲袂出来。进前参加即个夫妇的宴会有迄个对美国啦，爱先来一对夫妇啦，伊咧讲即个是讲一边因夫妇带去全家带去即个迪士尼乐园迪士尼乐园当然拢是大家足快乐，生啊足欢喜的到伫迄个下晡感觉我行规步已经足喙打地啉了拄看到讲遮有一个啥这个卖迄个善意的冰淇淋，足好食的冰淇淋太太看到足介意讲，咱来买迄个冰淇淋来食一个。这个先生佮讲好咱看卖，哇，这个看到讲哇，这冰淇淋这一家囝这一支就爱遐济钱就爱几箍的美金伊看过来讲卖啦，卖食啦，这转来我来买一桶互你食会欢喜啦。这个因这个太太就心内是足无欢喜的。但是佫毋敢讲，佫想讲你着惊讲一支这支冰淇淋遐济钱，美金遐济钱讲省起咱转来咧买一桶大桶的即马倒转去到厝就真正去买一桶冰淇淋来买互太太食，太太要食无？无爱即马无咧想啦。所以这个一个是足理性想讲这支冰淇淋。咱平常时，咱若伫外口买一支，可能好你3箍的美金，毋过才10箍的美金，贵遐济杯，一支食袂落。就转来讲要一桶买偌济，一桶10箍，你食甲无爱食。但是伊都无咧想讲伊真是想要食冰淇淋，伊的感觉就是真来食这支冰淇淋，感觉天大的享受啦，比食一克牛排较好啦，毋过伊咧算钱，所以有时伤过了理性，伤过了功利，伤过来用这个伫人的关系中间毋是绝对的好。佮第三讲，爱举起圣洁的手来祈祷其实查甫人若无真正会当有较济会祈祷亲近上帝，真容易受引诱、受试探，因为伊的肉体情欲真容易受试探。所以，咱就看见，敢若一个张宏杰夫妇爱遮好的夫妻，但是因为即款的离开，离开，所以圣经内面甲恁讲的足侪拢是要帮衬的啦，咱父毋通随便离开，随便分床，讲若毋是为着金这的因素，咱袂当讲你家己大，我家己大，大家为的关系若拍歹，当然你带你的，我带的。有真侪夫关系到年老的时阵我煮我食，你煮你食厝内改成共一间厝改成
两个无交集的世界，即款的人即嘛愈来愈侪。兄弟姊妹，咱爱体贴咱的兄弟有软弱，咱的兄弟有肉体、有性欲、有各方面的需要，咱就是爱去关心伊，咱会当去互伊得到满足，咱会当伫正常的婚姻关系来享受伫夫妇中间的生活，免得甲互撒旦魔鬼有空碰。所以两个若一个冤家，一个离开伊，即若无紧和好无紧恢复。感谢主吼，咱看到即个蒋公姐甲胡彦来，甲在吼大家还佫有 EQ 吼，大家佫会当承认讲我实在毋对，我实在毋对，我嘛是佫听你，我嘛是佫听你，望看会当修补无？什么人爱讲哇？一个遮尔互人心酸的婚姻，佫有迄个一对遮尔高水的囡仔，咱看到即个婚姻来破碎。所以今日伫即个妇女的主日，搁一遍求上帝帮助咱所有的姊妹，咱会当知影兄弟的软弱，咱会当诚做因的帮助，咱会当为着因祈祷，咱会当做一个真正。那圣经讲在地的妇人人，互丈夫有利益无损害。伫遮保罗就对姊妹讲，咱着爱有较端正的装他。咱着爱毋是干那靠外表的水，迄个在地的妇人人毋是靠外表的水，外表的外貌这拢是虚假，讲拢是虚假。独独在地的妇人人是第一好，第一水，互丈夫有利益无损害。当然毋是叫咱邋里邋遢啦，咱诚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咱爱有好的形象，好的形象咱的妇人人拢爱水，但是水毋是干那靠装他咱着爱靠，咱有真正有敬虔的心，咱有喜乐的心，咱会当伫咱的生活中间感觉甲你斗阵真快乐你也真有笑容洗甲真清气，感觉神迄个神清气爽咱就是爱有正常的生活，有正常的生活，毋是干那外表。保罗咧讲是安尼。搁咱着爱安静来学道理安静其实咱的兄弟为个个性足内向有时你叫伊坐伫遐要讲一句话规步规日都讲无一句这有可能咱有时咱的姊妹有人讲迄个姊妹比兄弟迄个一工讲话加2.5倍啦加2.5倍加2.5倍表示咱的姊妹有表达能力，但是咱永远着爱像玛利亚伫主的脚前，咱有较济来领受上帝话，互上帝话伫咱的心。玛利亚讲上帝话藏伫伊的心内，互伊知影要安怎去做好的判断。其实妇人人伫今日这个世界讲说女力崛起这个女的开咱开始咧举起，表示讲其实足侪咱的姊妹是足有才能、足有温数拢伫各界拢有足有发挥，不管伫政治，不管伫经济，不管伫企业，即嘛优秀的这个妇女的领袖愈来愈多。但是同款，咱伫信仰上、伫家庭中间，圣经对咱的教导永远是咱应该着爱记掉的。咱拢知影，即个英国的女王甲伊的先生女王有权柄无？女王当然有权柄女王伫国家来讲，大家就是爱尊敬伊但是当伊遐出来咧，无共款伊是妇人人，伊着爱敬重伊的丈夫，伊爱顺服伊的丈夫。所以有迄个故事讲英国女王一边安尼甲即个伊的丈夫关系无好，伊丈夫安尼无欢喜伊就甲弄门要叫你讲无爱插你啦这你若伫迄个国家的体制内面，这是袂使。但是家庭就毋是安尼，所以咱应该着爱知影咱永远有温数有能力，但是咱应该永远爱诚做一个会当常常帮助丈夫有智慧，
会当有好的决策，会当互丈夫来得到利益。所以，上帝造男造女，用查甫人的协会做讲，诚做一个匹配，诚做一个帮衬的。所以有时同款，咱着爱毋是讲干那诚做一个足够的好，我着发来发去。咱有时着爱尊重咱的丈夫，咱有好的意见该表达永远请伊会当来决定。这就是咱看见玛利亚会当安静伫主的脚前受主呵恼。我相信，当咱会当诚做即款的角色，咱会当帮衬丈夫诚做君王，咱会当诚做一个有能力通来帮衬伊成功的一个人。佮第三保罗伫即个所在鼓励咱爱尚存信心。咱诚做有一个信心的妇人人有信心的妇人人咱伫圣经内面，咱看见阿古拉、毕古拉即对夫互人恶恼。阿古拉伊会当伫伊的才艺，伫伊的咧做即方面，伊会当做啊真好。当然，即个毕古拉伊的妇人人是甲帮衬，但是若伫帮衬保罗伫免传福音，免来造就人的时，反倒转即个毕古拉，伊是一个比伊的丈夫更较有温顺的人。但是因两个人无因会讲你的温顺是安尼，伊是阮两个所冲突，反倒转因两个当拢有好的信仰，拢有好的信仰，用好的信仰，人会当互相配合。我会当帮衬丈夫的事业，丈夫会当成全我去做即个福音的工作，去做上帝国度所要做的工作。因两人就诚做上界好的配合。所以今日咱感谢上帝互咱会当知影兄弟有软弱。但是我最近写一句话讲听是对基督来，对上帝来。上帝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也是对圣神来，因为圣神上帝，三一体的上帝。我哪会当学基督？我哪会当活伫圣神内面有时我的即个缺口，还是讲我即个弱点，会当诚做上帝伊一个要祝福咱的即个入口，一个恩典的入口，互咱会当诚做祝福别人的出口。咱也承认咱有即个弱点，所以敢若兄弟日子歹过，咱若无姊妹咱真正会有足侪咱的缺点，咱会无够格。所以伫教会内面，感谢上帝，咱有兄弟，咱有姊妹咱昨伫即个全年更新营，咱有73位学员，咱有54位服侍者。即个中间有男有女，有好的配合，咱就会当互一个营会办了真圆满、真成功。咱一个家庭有男有女，咱有好的配合咱就会看见即个家庭充满幸福。咱伫即个妇女的主日，求上帝听，搁一遍充满咱的姊妹，求上帝的信充满咱的姊妹，会当透过姊妹，诚做丈夫的祝福，诚做家庭的祝福。上帝要祝福家庭，一定是先祝福互夫妇；上帝要祝福教会，一定是先祝福互家庭。因为夫妇若蒙福，这个家庭就蒙福。这个家庭若拢得到上帝祝福，其实咱的教会就一定蒙福。健康的教会一定有健康的家庭。咱真优渥的教会一定是有真好的家庭。求上帝祝福咱，互咱会当像保罗甲咱讲的，男甲女无共款。咱有弱点，但是咱嘛有长处，咱会当互相补满，咱会当真正伫厅内面，若会当得到自由，佫会当得到幸福。看见即个阿古拉、毕古拉，因两个人就是咱的模范，合作无间，会当前，会当后，会当顶面，会当下面，会当正平，会当倒平，就是不管讲到底你是做这样，是我做你做，拢会当同心合意来侍奉，
安尼就是足幸福，嘛足自由，会当荣光上帝，佫会当利益人。三甲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主，阮感谢你，主，互阮会当伫你的恩典内面，互阮会当伫你的创造内面，伫你的听堂内面，主啊，感谢你，因为你若做男，你搁做女，主啊，你搁互男女会当结合，成做夫妇，透过夫妇来建立这个家庭。主啊，这是你的心意。主啊，你要束缚伫婚姻，你也要束缚伫家庭。但是撒旦魔鬼就是要偷、要抬、要毁坏、要灭无。今日阮有看到遮尔大的破坏。主啊，阮无什么款路会当来救家己，阮只有倚靠你，只有你的圣神伫阮的内面换心阮，互阮伫你的听中间不断用感恩的心来感谢上帝，来阿乐上帝。上帝互阮无共款，但是阮毋是对立，阮是会当互相补满。主啊，阮会当拢伫祈祷中间。主啊，阮的灵会当相通。主啊，阮的心意会相像。主，阮会当真正夫妇会当真实两人成做一体。通过夫妇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来祝福家庭，来祝福教会。来扩阔你的国度。主啊，今日这个世代，阮看见有足侪婚姻拢受破坏，主啊，家庭受拆碎。主啊，阮恳求你怜悯，互阮会当为这个常常祈祷，为着阮的婚姻的生活，为着阮家庭的生活，为着阮这个时代所面对一款的威胁甲挑战，阮会当徛伫真理，阮会当明白真相。主啊，阮会当祈祷，主啊，阮会当有你的听更较大的充满。求你帮助，互阮伫听的中间，若得到自由，阁会当得到幸福。主祝福阮的姊妹，拢会当成做家庭、成做教会的祝福。主，阮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这是咱来吟回应诗485首，主赞阮互相接纳，请起立。主的面前，咱来祈祷，为了咱家己会当成做一个真正有信心、有疼心，阁会当
互真理来引带咱，互咱会当诚做别人的祝福，诚做家庭的祝福，特别为着咱的姊妹会当真正诚做丈夫的祝福，诚做家庭的祝福，也会当互咱的所有的这兄弟因缘会当诚做姊妹的祝福，咱会当伫主内面合一，咱会当有真正幸福的婚姻，有美满的家庭，咱会看见健康的教会，看见上帝国度会当广阔。伫即个暗的世代，咱会当做光做盐来荣耀主。咱大家举起双手，咱呼叫主啊三声，咱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伫即个世代，主啊，受你拣选，成做你的百姓。主啊，阮多谢你，互阮伫即个妇女的主日。主啊，阮多谢你，互阮会当有做这的姊妹，会当成做兄弟的帮衬，成做兄弟的祝福。主，阮多谢你。主啊，阮会当真正会当个较敬畏你，互因较会当有上帝你的引导伫因的心中，互因有信心，互因倚靠你，伫你的天中间会当成做丈夫的祝福，互丈夫一世人透过妇人得到利益，无拄着损害。主啊，你坚固阮的婚姻的生活。主啊，伫即个世代，撒旦魔鬼就是要偷、要来、要毁坏、要灭亡。总是主，你要阮我过活命，互阮会当富会当更较三命，会当成做囝儿的祝福。主啊，赐福阮的家庭，互阮有幸福美满的家庭，主啊，健康的家庭。你甲阮会当立定伫即个世代，做一对世间来的败坏所带来的威胁。主啊，阮求你怜悯，求你施恩，求你赐福你的百姓，会当真正进入上帝你所欢喜婚姻的生活。主啊，你的家庭的生活、丰富的生活，你甲看见教会会当得到福音，对这个世间会当较大的影响力。主啊，阮恳求你帮助，到咱三个年。主，阮多谢你，主，阮多谢你，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语，知影阮的欠缺，阮需要你，阮需要祈祷。圣神啊，请你来帮助我。主啊，赐福阮的姊妹，拢会当敬畏你，拢会当有你的真理，成做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会当成做丈夫的祝福，成做家庭的祝福，成做教会的祝福。主，求你赐福因，互因会当若有疼心、有信心、有耐心，有上帝你的恩典满满，互因充满平安，充满喜乐。互因会当有健康的身躯，会当来跑走上帝你所欢喜的道路。主啊，求你来赐福伫油厂教会，互阮拢会当看见，因为有美满的婚姻、幸福的家庭、健康的教会，诚做水的见证，来广阔你的国度。主啊，你施恩赐福伫阮的中间，感谢你，阿罗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时咱要备办心来奉献。咱请这事收奉献。这请咱记得咱来念奉献的诗。我的心愿我的恩主龙潭的基。
阮感谢你，主啊，阮感谢你所赏赐阮的，互阮有家庭，互阮有爸爸妈妈，嘛互你所创造的阮的兄弟、阮的姊妹，拢会当来学习，来下伫主你的旨意，嘛求你施阮祝福，互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毋若奉献阮的金钱，阮嘛奉献阮的时间、阮的才能、阮的恩赐，因为一切拢是为上帝你遐来，一切拢是上帝你所赏赐的。感谢主你，求你施阮祝福，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即个财务的当中，伫家庭的当中，伫日常生活工作的当中，伫教会奉祀，拢得到主你的祝福。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吟祝福齐恳的诗歌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恁通平安去，愿圣神的恩典充满每一位姊妹，互因真做敬虔，充满信心，充满疼心，会当来帮衬丈夫一世人有利的无损害，会当甲丈夫会当得到上帝赏赐，然后生出喜乐的囝、蒙福的囝。会当行伫上帝所欢喜的道路，透过婚姻家庭蒙福，教会会当大大得到复兴，上帝的国度大大得到广阔。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感动，甲因正来因三甲伫地，最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避讳。